来关心关税的议题，这美国总统川普是宣布，伫台湾时间7月初8饭点开始呢，就会甲各国来寄关税的通知单，也是这关税的协议。咱的经济部长郭天辉是表示讲，即马台美的关税是犹搁咧调，市场分析讲，若准咱的税率是伫10%至20%，安尼台股是可能会起的。要若这关税是伫20%以上，安尼就有可能会破价啊。今仔日这拜一个开盘，台股就已经盘到22294点，也若台票换美金，盘中是来到29块。Sending letters out on Monday having to do with the trade deals. Could be 12, maybe 15, and we've made deals also. So we're going to have a combination of letters, and some deals have been made. 美国总统川普佮宣布，会为台湾时间7月透早饭点开始，向各国送出关税通知单，或是关税协议。国内拢高度关注台美关税谈判的进度佮结果。关税还在继续谈判，好不好？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前来接受媒体专访时透露，若目前有看无法度甲华府达成贸易协议，有高输美商品会伫4月初2川普宣布的关税水准，关税会伫8月初1生效。市场针对无同款关税税率分析出3种台股走势版本。若税率是10%到20%，台股大盘可能震动欠悬；若关税落伫20或者是以上，指数可能会直接下杀。若税率降伫10%，有期市场可能出现庆祝的行情。假设是高于20的话，对于市场而言，当然会是一个相对比较沉重的负面冲击。到时候台股出现震荡的几率就会拉大。那假设是10到20的话，基本上而言的话，就会比较倾向于回归基本面的一个走势。7台股开价走价盘中有到22294点，落超过250点，新台票换美金18.95块，开出盘中定回19块到19.01块，变达8.7分。台湾一样15、16，日本、韩国是20，比较起来，台湾当然就是更好啊。那当然股市有进一步上攻的机会，台币也当然会有进一步走强的动力。专家分析，台湾关税税率比竞争国家日韩较悬，后续外资来台投资都有压力，代表可能走弱。不过，实际状况以外，爱等关税结果出来，才较清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